去里那啦，干嘛上位点姐，三老老大上位点姐，点姐去唐不提康吉家了清白，先把康烈高位点姐，康高不贴了去完美呗点姐，故去长嘞点呗点姐，长马不贴了去完美呗点姐，点姐给双八贴熊了清白，米狗出来另外点姐，熊儿不贴了军钱，没把许白啦哈哈。老那提领这个你不把这呗，这把贴了，先把家回穷呐。对吧？最贵穷呐，先把糖对吧？没被这把心，刚才又许别啦哈哈。原来一个不足巴的，一个也不吃录音。原来一那不足巴的，一那也不吃录音。这玩意的眼巴的，老板别别吃录音。那啦全部打发的，阿德拉别别吃录音。买了奥仓足巴的，只吃拉别吃录音许别啦哈哈。这个爱伊拉都所谓这就跟妹妹着急了，先把家回穷呢，对吧？不回穷呢，先把糖对吧？妹妹这就是康的，因为是被拉哈哈。也里落地吧嘛，也里落地去吧，日来这边讲嘛，去了这边文铺，那边家长学吧，没咱们吃吃哇，对那比咱这呢，大家准备写零，没那比咱这边，民众不没穷有，这把地来比咱这呢。这个爱一这容易，随便拉哈哈。我去两边两路，我们因为年了，拉周围可就去拉周围上吧，他拉周围打发，期间都会偏转移，随便拉哈哈。养这个你这破卡钱的人的了，谁把家过去呢？对吧？不过去呢？谁把糖对吧？没被这波是康的，又随便拉哈哈。这破卡钱叮铃的，今天的那留着；这破卡钱叮铃的，那年的那也错着。你才能拉清白呢，这破看当过头月，他才能拉清白呢，最点看当过头月，香港能拉清白呢，特别看当过头月，去白了。